来看台中有一个高中生，今年2月底，那就因为去予学校的老师霸凌，怎想袂开行地路。家长批评学校代志发生到大已经半冬啊，若无收到调查报告，即马连涉嫌霸凌的学校学务主任，拢已经转到学校上班。想到家己囡仔的遭遇，做老爸犹原是真心疼。代志发生到大，都已经半年多，拢无收到学校的调查报告，实在互人袂当接受。你调查报告给我们嘛？那我就知道说你到底你们的认知跟我们的认知，它的差距是在哪里嘛？为什么不敢给我们报告？台中一个公立高中学生疑似伫学校长期受到教师的霸凌，今年2月行地路死亡，一直到3月底，家长开记者会，代志才曝空。涉案的7个教职员全部拢调职。今年4月，校事会议决议，经校务主任甲主任教官，各2个校务创新人员确实有管教不当，也若霸凌的部分，调查报告却一直拢无消无息，而且共款佫准相关的人士佫登去继续教。学务主任已经复聘回学校了，他只是不担任，行政职位，他回复到老师的职位。校长的部分呢，已经回任教师，8月份也即将要回到学校里面。人本基金会表示，学校早伫6月13日已经完成霸凌调查报告，不过拢以无共的理由咧拖，甚至涉案的前校务主任敢若记过7月7日虽当获职，对家长是造成第2届的伤害。学校是强调，敢有牵涉到霸凌，详细佫要经过教评会来审。他的停聘、复聘都是不当管教案，霸凌案是不是要再停聘？我们明天会开会。相关被调查人员在调查期间不应复职，如有违法，一定严惩严办。台中市教育局表示，学校6月2日有甲调查报告送来，不过佫有相关的事情疑点爱厘清。7月7日退回去学校，佫定调查。也若前校务主任嘛应该佫再停职，调查期间无应该复职。等若调查报告出来，一定会互家属完整的交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